中华烟园林师亲手割烧为欣赏香味度，自细就觉得这个是好容易。一直到2004年，编写为中华运清总实体存世家下，一张地这个是牛平行人。2010年，一个听好讲下，短短的5年天天，一对笨蛋全唔晓讲，都成为全中华头一代牛平下话为新传师。今年，伊还搞出的2个行业新传师，伊总共编写为32本牛平行业的教材。茶会后还伫讨论。我用的报述模拟家下，香味度是用行通力来证明，是为有心，哪个事情都做得到。各位同学，请受监督嘞，按向下来学习。这篇就好。先生。你们我们要来客语闯关，我们有华语的，还有闽南语，还有客语的，你们可以念吗？可以。园林亲手介绍铁土自贡水，带动本土2年考场学生的来过关，一个行业新传是香味度，为了增加学习效果，用铁土前进教室设计过关考场。亲手介绍同园林插头顺行，同火车路国家化世界，同 Q 园林插头设施，拿到改造成立亲手铁土文化园区，喺台湾有名嘅特色介绍，香味度将铁土文化同行业学习环境结合强下，连自贡水长校业前也係香味度嘅學生嘅。現在連日記客話都唔可以講啦，嚇！5年前5年前啦，聽邱先生學客邱先生講親自強學喺度聽介孫嚟強學來學客，你們就不客都會甲孫嚟講客。因為親手介紹嘅福氣家長小朋友都帶到面臨茶條嘅附近啦，所以我就想講，學校就設立鐵道文化園區，按講所以我搞本土語言就7家變有關火車嘅念謠歌曲。我們學校有一個非常寶貴的師資，我們新傳師邱美都老師那除了從我們寒暑假的親子班我們週3下午的班，甚至延伸到我們學校的幼兒園的課程那我們學校的整個的特色鐵道的部分也融入客語的特色，所以我們得到今年我們教學卓越獎的金質獎。親手介紹對家日牛平行業特色高效，上了一道園林體系家長想跨期待4年來套，現任家長會長吳芬偉同4方年2公婆，為到4年家日香味度嘅行業班，因往年強下來學，5年生太妹嘅做出通過牛平行業初級認證。他還沒入小學之前，我們就聞名說進修國小有一個客語班，可是那個邱美都老師的客語班都秒殺，所以都無法進去。後來才知道說，原來親子的話可以優先錄取，所以我們就一家4口就全部都優先錄取這樣子。記7家變嘅搞菜做先那個優上嘅搞菜我就不卡行路啦、散步啦，我咪會填較易嘅搞菜洗衫啦、煮湯啦，還有掃地呢啦，我咪會填較易啦。一下香味度7家變教材教行業，其實做到2004年以前，竟撈到7家學老人，也考過福樂化國境認證。到本土2年，2004年嘅年，因這邊家鄉元清總實體村市參加學術研討會時節，有人同意講佢行業香味度本但唔先，就對族譜長期事。我阿姨我教我講我係福建牛片所以我感覺講我係福佬人啦。
但是吼，我唔定唔定迄较感应，到全部吼，我求教咩唔会讲卡，人称感应咩唔会讲卡，就冇听过乜个迄抗议啦。这样是中华体系行业展开是有客家意识，香米都地尿片客主要始终到陶冶新竹同大兰一大白，特别前当铁路站，最尾发现大兰展望人系对中华赛过去嘅，系强用尿片客族群，唔过真到中华学铁土尿片行业三无先生，故所佢对2010年起始，前客委会教材自家学，自家写研票做思考，当你带种出去，随时做得派。它有那个文字冇表情，所以应该是七格表，七格表就手写，一支个写，厝级就写1200字，总国级爱写5000字，总共有手写有6000字呢。短短无5年，对本地以及行业都唔会讲，都通过行业总高级认证，也含加上味道变教材，无限多班业，佢总共写32本有声教材。去年行委会请佢做初级认证教材修审委员，佢还教出2个行业宣传师。要教较精彩俺就上一定爱有教材，爱有声教材，还爱有教机教具所以俺就3万拢无迄困七组吼，总共有写32本个有声教材，还有7家做按到种花立片个念料，还有立片个果。今老公杨明琴因唐木水也听得学行业考过的行业总结认证，平常时听得香米都听佢做文字记录。我们在乡村的时候都是讲闽南语，后来跟我太太邱老师一起开始从事春时写作的时候，慢慢发现说，原来我们也是饶平客客家人，我也很高兴，我也目前是中级。我相信福客唔免难啦像中华立片5年前全部都冇因为讲尿片，但是我开办以后都经有32版，大家就一支嘅讲只要你愿意随时念死学就念死要讲啦。对于佢客话都谈唔识，短短5年，按认真学变做宣传师，设立编教材做教器，推广尿片行业到全中发言。香米都证明，总系很大病，天下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学，5年就做得成家下去。